各位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咱今仔日搁伫即个所在，主的圣日三合来敬拜主。愿主甲咱同在，由伊的圣灵运行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借着伊的宝贝的话语来提醒咱，互咱一个警醒，也安慰咱，互咱信心，互咱有一个将来有一个盼望。虽然咱现在世界充满着各种的危险、无安全，甲社会各款的黑暗，但是咱信主的人安稳伫主的怀中。咱虽然伫即个黑暗的世界、动荡不安的世界内面，各款的病痛无好势，但是咱有法通安息伫上帝的内面有啥物问题啥物重担，咱来交托主，主是听祈祷的主，所以你免惊，咱心中有主，咱就有平安。咱凡事会做咧交托互主伊为咱带导，会帮赞咱，因为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也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赞这真重要咱着认清这一点。虽然咱现在本国的情形有较迄疫情有较退，一日比一日有较减少咱盼望过几个月了后是完全好起来，这是咱的盼望。但是咱仍然毋知影前途怎样。但是咱知影，上下牵咱的手，行头前的道路，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咱继续来祈祷继续来为着怀伫需要的人、病痛当中的人来带祷，咱这个是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福气、蒙恩，来相信耶稣，来做阮的救主。阮的一生一世，拢是属于主的。阮的生命属于主，阮的前面的道路，阮的前途属于主。所以主耶稣答应成做阮以马内利，甲阮同在，阮就免惊。无论伫即个世界怎样动荡不安，偌侪变困，但是阮拢要平安的经过阮将来有一日，伫永远伫新天新地内面，过着迄个无变困、无罪恶、无黑暗的所在，阮是只真真正正永永远远的福气。所以阮特别来为着迄一阵伫病痛当中的人，无论任何什物病痛，将因完全的交托主，求主甲因同在，亲自来安慰，减少因这肉体顶面的痛在疼痛求主你互因有信心，也有这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一切困难，因为主无放弃因，永远甲因同在。阮感谢你，阮将刷落去这段时间交托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照亮阮的心来提醒阮互阮这个警醒互阮会晓咧怎样伫以后的日子来跟地主的脚步，甲主同行这人生的道路一直到永远。为着迄病痛当中的人祈祷，求主你继续甲伊同在，亲自来安慰，亲自来保守因。主啊，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在主里合为一，恒靠这
相尊敬，維護各人聲譽。我們要彼此相愛，我們彼此相愛，眾人都知我們是基督徒。要一同讚美天父，要讚美造物主，願眾珍歸於父神獨生子主耶穌，願眾珍歸於聖靈，使我們合而為一。我們要彼此相愛，我們彼此相愛，眾人都知我們是基督徒。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伫遮要甲主来兄弟姊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啊，这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咱拢知影，咱即阵啊是活伫这个末世的时代，这个时啊。无几知影，伊的日子已经真短咯，真近咯。因为上帝要甲你掠去迄个无底坑内面，关1000年以后，永永远远的要搁甲你伫黑暗内面过伊的永远。所以现在撒旦啊，对这个世界甲教会有一个真大的攻击甲破坏是要互人叫人会用各款的方法叫试探互人会堕跌愈来愈大的问题，婚姻的破裂的问题，甲对教会的攻击就是互教会这个合一的问题就是产生那个纷争。激动的代志，所以咱今仔日伊接着哥林多教会这个合一的问题咱来学习属灵的功课。咱在属主的牧人特别的来注意。去学习哥林多前书内面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关于哥林多教会分裂的大概情形是安尼。哥林多教会，咱顶过讲到是保罗所创立的、设立的伊伫遐传福音，创立了迄间教会。那么，伊对即间教会即间教会内面有产生一个分裂的代志，互伊非常的伤心。教会落伫即个悲伤的情况内面那么，即个信徒之间因教会内面。教会内面，因当中因的交往因的团契已经愈来愈恶化了，几乎要到崩溃到化解的程度了。因为伫咱当中出现真严重的分裂亲像比如说口条用话语来彼此来指责因无同的这个意见分裂的意见，甲即位的这个竞争、权力的斗争，彼此怨斗这个争论、抱怨发牢骚
这个发怨言、争吵、彼此攻击、讲人的坏话，并且伫法庭顶面彼此来控告，互不相让这个教会实在是落伫一款灾难性的情形下面教会受到即款非常大的分离甲分歧，几乎这个教会失去了迄个功用，咱像要崩溃这是保罗面对一个真严重的问题这是最第重要着解决的问题，因为一个家庭若自相对立就徛袂得调彼此攻击这个家庭就会败坏就会败落。所以教会当时的教会也有真侪问题需要来解决，靠着因家己的能力已经无办法了，除非就有一个属灵的人来帮助因，将神的话语来教导因，来劝勉因，互因有一个合一的心灵，来一心一意伫灵内面合一，这间教会就有盼望恢复原来的情形。所以这个教会若是分裂教会事工就无法通真顺利有效的来展开了，来发展除非教会兄弟姊妹就同心合意不然教会当中会一件敬拜的代志咯，交彼此劝勉的代志咯，安慰的代志咯，福音的事工的问题咯，甲对人的这个服侍的问题咯，若无得到解决这教会合一的心若无得到解决，拢无法通来推广出去。咱就知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人来牺牲伊的生命，死伫十字架顶的原因，也就是为着人有彼此相听敬畏上帝，用疼心去帮助还需要的人到底去真侪所在去传扬福音。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来建立上帝的国度。这个上帝的国度呢，乃是和谐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有神的荣耀伫因的当中的一款的国度。但是现在伫这教会当中却发生这款的情形，所以人若无同心合意呢每一个人若无合一的心志咱这个属灵的工作就无法通继续推行落去那么百姓属灵的苦难、灵魂的得救就受这个工作就真艰苦，搁推行落去，继续落去感谢上帝教会所有的这些分裂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因为上帝的仆人保罗伫伊的属灵这个上帝带领下面将哥林多前书，将神的话语来写托教会，叫因来学习伫伊的帮助，圣灵的带领下面来恢复和好。所以伫哥林多书内面伊用11个解决的方案来向这哥林多教会来讲解、来教导因。那么现在的传道人也是着好好来学习、来研究这解决的方法，因为咱现在是处伫这个动乱的时代、教会分裂时代，这个魔鬼撒旦伫咧破坏的时代，所以咱更加着虚心来学习神的话语。当然，咱今仔日无法通完全这11个解决的方法完全讲了，咱现在是讲一部分。好，来，关于
即间教会会分裂的代志啊，是一项真严重的代志，真严重的代志。那么如果若无得到一个解决啊，这问题无解决啊，伊对教会的损害是非常的大。因为教会一间活动啊，比如说敬拜的代志、团契的代志、彼此和谐相处，这和好的感情，海外的宣教工作，甲本地传福音的事工啊，就真艰苦推行落去。若是教会仍然处伫这个分裂、彼此竞争啊，这个纷争的情形内面啊，教会工作是真恶推行落去。所以保罗知影这项代志的严重性，所以呢，伊做得紧急需要立刻着解决的问题。所以每一间教会的传道人啊，伫现在才应该着好好来研究这段圣经来记伫咱的心内，来用伫咧现在所需要的教会当中。那么保罗讲到咱教会的需要合一毋通分党，这是伊宽勉的。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安尼讲：兄弟们，我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恁，拢着讲一款的话，因为恁中间毋通有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伊的宽勉乃是叫教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合一的意思。所以这是重要的宽勉，是彼此着相合的意思。那圣经的讲到说，恁着讲一样的话，这个一样的话，毋是意思，毋是讲到一国的话讲一款的语言。伊的意思乃是说，咱伫语言顶面咧讨论代志的顶面伫某在纠纷的代志顶，咱的语言着彼此的 agree， 彼此的认同，就是大家的同心的意思毋能够有分拆的意思所以保罗是怎样来对待即间教会的纷争的这严重的问题呢？保罗到底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对待这间教会呢？咱来看伊昨仔所读的话咱未看到保罗伊目睭当中咱亲像怒火冲冠怒发冲冠还是伊目睭充满有生气的款的情形？无，伊毋是安尼，伊也无有责备，心中也无对敌的迄款的态度。对即间教会，伊无即个对敌的态度，连一丝的生气的话语拢无讲出来。相反的，保罗伊的心中充满着耶稣基督的爱，怀着迄个爱甲温柔的态度来向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来宽勉。伊讲：我劝恁兄弟们，我劝恁，所以是用宽勉的，毋是用责备的态度。咱亲像一个人有问题伊就毋是伫公众真侪人的面头前来大声责备骂，乃是将伊叫去边头，轻声细细，甲因讲：来，咱彼此来分享你有啥物问题你将在恁的问题甲我讲者好我问恁教会到底有啥物问题我求恁就听我有一家神的话要甲恁讲你听我甲恁讲好无
所以咱看伊诶解决你的问题时阵，是用一款温柔有爱、疼心的迄款的态度来对待因，来宽免因。所以头一个称呼即间教会说兄弟们、弟兄们 ，brothers。所以伊2摆伫第一章2摆讲兄弟们。所以伊咧讲呢，咱亲像一个家庭当中兄弟姊妹毋是冤家的态度，咱是兄弟啊，咱有问题啊，咱来好好解决我肯定应该是怎样这是伊的一个好的态度。而且保罗咧讲的时阵伊说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肯定。所以咱要劝某一个人会知代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劝的。有当时耶稣的时代，你劝门徒，若有人互鬼附着，你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但是当有这问题发生的时阵，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主有大权柄，主有大能力，主有迄个爱伫因的当中，我用上帝爱来劝人。所以劝因着注意因伫讲话的时阵叫因注意因伫讲话的态度顶面来劝勉因，叫因着思想因有爱基督的心，也有爱兄弟的心，叫因必须着放下在纷争的代志，着用团结、用合一的心来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为着主的名，咱逐个人着同心一意、一心一意的来彼此相合。咱的这个心若是目标对了，咱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咱教会就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毋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乃是为着耶稣基督，为着教会的利益的名声、上帝的名声来劝人所以已经教会的传道人甲教会的领袖千万若要劝跩兄弟姊妹，千万毋通伫公众的面头前来痛骂、来骂因，还是来攻击，或者制造问题、制造纠纷的这些人，制造问题的这些人，毋是伫人面头前责备因、骂因，讨因无面子。若是安尼因的反感。因的反应是相反的毋但无接受，反倒真大的反抗所以传道人若要劝人是着保罗就接近在分裂的人，用属灵的疼心用温柔的态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因，若毋是安尼真恶做，因为这个问题真严重，有的人已经真深伫因的心中咯，所以咱来用真严厉的方法呢，可能伊会反感，可能用一款傲慢的态度来对待，毋愿意接受，并且变本加厉，更较严重的。来反驳所以要怎样无论怎样这个基督的心是有疼迄个爱伫的当中，基督的心乃是爱教会内面继续和好恢复迄和好合一的心，所以咱伫教会领袖应该是用疼心。交一个和好的心来解决你的问题来互教会
伫雅各未受严厉的管教责备以前啊，就用这个疼心、叫好好的心来对待因，啊，亲像耶稣曾经讲，伫马可福音11章50安尼讲，是恁伫咧徛咧祈祷的时阵若想起有人得罪恁恁就着先原谅因、饶恕因，好叫恁伫天顶的爸来饶恕恁，来饶恕，就是来原谅恁的过犯。所以咱伫主会内面若你祈祷，若想到谁啊得罪人，咱就找伊，甲伊好好原谅，因为上帝原谅咱，咱也是原谅别人，咱对人对上帝，咱心内就无一个难阻。那么咱知影圣经内面有真侪在安慰、鼓励话语，咱若将这话语神的话语甲册出来，一句一句、一节一节读互因听。咱相信神的话语满有力量，伫圣灵的工作下面人过会接受，搁过明白，过会接受，圣灵的带领力就来帮助。而且咱咧用神的话语的时阵就真坚定，毋通犹豫不决。神的话是安尼讲，所以咱着照做安尼互因的明白，来愿意来顺服神的话。保罗讲伊咧宽勉的时阵，叫因伫言语顶面伫话语顶面来彼此同意，彼此来同意。所以彼此的同意是主要是达到咱会同心合意彼此来同意的意思所以既然是要伫语言顶面彼此有迄个 agree， 有彼此会同意的时阵所以就毋通用迄个恶言恶语毋通用攻击的话语真恶毒的话来对待对方就毋通彼此来责备或者伫背后讲人的坏话，就用叫咱着停止用语言还是字圣经讲字着停止用语言来扰乱教会，来攻击在兄弟姊妹，来攻击因的激动到纷争的代志那不然就真恶解决。所以圣经逐摆叫咱着小心咱字头所讲的话，有时本来一项毋是真严重的代志，但是你讲话的方式、态度、声调，若无好势时阵个毋但无法通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互这个代志会扩大。所以雅各书3章6节安尼讲字头字是就是火会烧咱伫咱的体当中，咱身躯当中咱的字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伊有法通污染咱规个身躯而且有法通叫咱的生命的轮点起来，并且是对地狱的火点倒的。所以伊的意思咱着小心咱字头所讲的话语着用温柔的心甲在温柔的态度来讲话。伫彼得前书2章1节讲，所以恁着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冒伪善，这个怨妒甲一切诽谤的话，诽谤就是无影无迹，你甲诽谤伊讲伊毋对，讲伊歹话所以圣经叫咱伫言语顶面就特别小心有时咱讲一句话毋对伊去分咱一世人咱过去为伊做100项代志，但是有一句话伊听落去刺激伊个伊一世人会将咱定定记咧，所以真无容易。所以语言用得适合，亲像这个金苹果摕伫银盘内面一样的反水，说落去
佮讲，保罗讲，即咱宽免吼，主要是要达到毋通分居、毋通分裂的意思。哦，即个分裂的意思是啥物啊？就是即项代志吼，分裂，还是一群人吼，教会甲你分裂做两批人。所以分裂吼，就是分做一半，甲你拆做两边。吼，保罗讲伊说，伫恁当中有分裂，意思就是说，做兄弟姊妹哦，可能分做两派、三派、四派，哦，安尼就毋对咯，袂当心咯，哦。所以即讲的即个分裂吼，毋是教会以外的分裂，乃是因内部的分裂，吼。所以即个分裂啊，一间教会，还是一个家庭若分裂咯，伊的内面吼就无平安，就失去平安，就失去了爱，失去了兄弟姊妹迄个情分啊！即个分裂啊，互世界的人吼，袂看到教会来行出善事啊！因为善事是出于爱心，真侪饥饿的人，教会人袂去做咯，因为失去了爱，吼。教会若分裂啊，就袂看到贫苦的人，教会去因迄贫苦的人伫因当中咧工作咯。啊，失去了千千万万吼，即个心灵痛苦的人，失去救恩的人吼，无人去向因传福音，因为教会分裂咯。只有伫教会分裂的时阵，只有看去教会当中啊，伫咧请宴，所以。你问说，恁当中是毋是有请宴啊、请乌宴啊，还是有战争的代志，吼，还是犯罪甲破坏的问题啊？所以伫分裂的教会当中，拢会发生。所以，这个分裂的教会。是一间无好的发生争端的代志，这间教会是四分五裂的教会，吼。所以主耶稣逐摆劝，伊讲啊，耶稣当知影一帮人吼无怀好的意念，就对因讲。伊说，凡若是一个国家吼，自相来纷争啊，家己纷争吼，伊就这个国家就变做一个烽火的场所咯，就诚做一个荒场，就是无生产啊，无起水的厝啊，彼此无合作，是诚做一个烽火的所在。但是这个家庭自相纷争啊，就会败坏，会败落，这个家庭就会败去。所以耶稣咧讲真对，叫咱中国古早时吼，就是和谐吼，就是一个福气啊，吼，这个和好啊，咱是一个家庭吼的福兴的福气。伊讲恁是属肉体，保罗讲恁是属肉体，因为干若伫恁的当中啊，教会当中啊，有怨斗，有纷争，吼，这就是啥物啊？这就是肉体的工作，是照着世间人的样去行。世间人就是安尼啊，吼，就是怨斗啊、纷争啊、冤家娘姐啊，所以教会。若是安尼吼，就是要对这个社会、对世间人的行为去行。所以保罗劝因啊，伫教会当中心思意念就完全合一，完全的团结，完全的团结啊，完全的联合。伊的意思就是啥物啊？就是彼此着联合。大家合作一下，就恢复原来的形状，
比如说，一个钓鱼人，伊的迄张网吼，迄个网若破去吼，伊就是等于分裂咯，着想办法咯，甲伊补起来。若补好了即个网吼，才有法通掠着鱼，吼。所以吼，鱼啦诶意思啊，就是将破的鱼网啊，甲伊修补好，修补好。所以即个就是合一的意思。啊是人若拔一骹骨，拔一手，指开，想办法甲伊合起来，吼。啊是你的手骨若脱轮，即个捋出来，非常的疼，无法通长当甲工作，所以哦，就甲伊恢复起来。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分裂哦，就是无法通合作；若是合一，就是一种无好的代志。搁再恢复原来好的情形咯，所以恢复好的情形，就是伫思想顶面、伫感情顶面、伫咱的意愿顶面吼，拢着合一。咱有同款的目标、同款的言论，同款的同一款的心意，产生一个同一款的好的结果，这个才是同心合意、合一的心的结果。所以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教会。那么教会分裂吼，是干哪只？是纷争杀争，无伫某一项代志顶面吼杀争。杀争是啥物啊？杀争就是来争吵咯，为着某一项代志来争吵，因为这个争论吼真厉害啦。伊伫遐到伫保罗，有人吼就来报告，向保罗来报告，说即间教会吼，哥林多教会吼，伫因的当中有分裂的情形，所以保罗真伤心吼，也真着急盼望将因当中的即个纷争咱伊和好起来，伫因教会当中的冲突咯，咧冤家咯。争执咯、杀争咯、分派别咯，将这代志得到解决。不然教会就袂有啥物功效，教会就无法通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是真大的危机。所以关于这个纷争的代志圣经也是安尼讲，伊说情欲的代志拢是真过看去的。亲像啥物奸淫的代志，污秽的代志，暗占心灵暗占的代志，甲咧即个邪党就是游手好闲的这代志，无所事事即个生代志，拜偶像、受粉、竞争杀争报怨、发生气、结党、纷争、异端跩怨妒的代志、凶杀的代志、追究的问题，有真侪跩。圣经讲跩拢是属肉体的代志。伊说我从前甲恁讲，现在佫甲恁讲咯，做跩代志的人的确无法通承受神的国；做跩代志的无法通入去天国内面因为跩人是用情欲用肉体来行事，所以是情欲的代志，各款的犯罪非常的严重。刷落去呢，就讲到哥林多前书因分裂是指灵性顶面灵性顶面还是看人来分。比如说，伫因的当中有人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讲我是属阿保罗的，有人讲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的，有人讲我是属基督的。但是教会跩有纷争分开跩人群每一个人主要是高级人，无传道人，介于其他的传道人。意思就是说无一个人靠温书，无一个人靠
传道人较敖讲道，较敖解经，迄个人是啥物？所以因着安尼哦，因就分咯。我爱即个人讲道真灵活，袂爱困。迄个真敖解经，我听了心内即着真大的安慰，即着真大的鼓励甲提升，即着真大的益处。我即个人虽然讲话是较平，无啥物起落，但是伊用做工上帝赐予伊特别的恩赐。有诶人是看人来分动，安尼毋对啊！咱就知影上帝呼召每一个人是无同的。有诶人上帝赐予因真敖讲道、报道诶信息；有诶人是安慰诶信息。伫人当中因就真过团结起来。有诶人看见伊诶人学问较少，迄个学问较侪，读到啥物博士学位，迄个真低，所以看见呢，安尼有诶人就安尼分东别类。所以上帝无欢喜即款教会当中的分裂。咱拢知影，上帝拢有伊诶美意。上帝知影迄间教会会有啥物需要，就安排啥物人，安排啥物文书，啥物款的文书来帮助因，互因得到复兴，互因得到进步。所以，这个阿波罗是这个圣经形容是伊受学问的人，你真敖解经，口才阁真好。保罗呢，伊讲话较粗俗，讲话较粗俗，伊外貌无水无烟头，可能真细汉，所以有诶人就看见伊较爱迄个人，所以因此就安尼来分门别类、分东别分派安尼保罗家己讲，伊说我诶语言真粗俗，但是我诶知识毋是粗俗诶，所以咱就看起保罗伫建立教会真有恩赐，造就教会兄弟姊妹，管理教会真有恩赐。保罗有写真侪书信真侪doctrines 在帮助真侪人，都在福音的根基来伫教会当中真知我所以在神学定面。那么，迄个保罗呢，是另外一方面的文书，伊是图教会知识化、社会化，但是缺少迄个属灵的代志所以呢，保罗讲伊说咱教会分裂是毋对的。伊说难道教会耶稣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用3款来质问伊说：恁教会分裂伊说有诶是，我是属基督，我是属上是上伊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第二个问题，难道保罗是为恁钉十字架吗？难道保罗是恁是奉保罗的名来受浸洗礼吗？所以保罗问这3个问题伊讲袂做咧。耶稣的身躯只有一个耶稣的位格迄个 person， 伊只有一位基督有耶稣的主权，所以咱袂用个分动就等于将耶稣甲你分拆。说难道耶稣的身躯是分开的吗？因为真侪人激动，伊的理论是安尼，迄当时理论安尼因的stand是安尼，迄个因的理由是安尼，所以每一个党皆讲因着，所以伊就将耶稣耶稣你是阮即边的，因为阮的理论，阮的言论，阮所相信的是合耶稣基督的，是较接近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就来阮一派，迄一派也是阮的较对，所以耶稣就来压阮。迄派也是讲，说耶稣就来徛伫阮
即边，咱像就现在政治种外交国交国当中咧冤家，是你啥物国家着来换阮即边，迄个国家是说你来换阮即边，就去招真侪国家去换因这个选边站就是选边站，就是你选一边徛伫因即东诶。难道耶稣是安尼吗？袂做的，耶稣只有一位耶稣毋是分开的，耶稣的旨意也是一个叫恁着同心合意，毋通分动。然后讲到保罗是为恁顶十字架吗？毋是啊，耶稣来到世间，为着拯救罪人，伊是一个救主，所以为着人来顶十字架，牺牲伊的生命，让咱相信伊的人就会得救。保罗无为恁顶十字架，所以保罗毋是救主。跩分党派的领袖也毋是救主，因为因也是无为着人来顶十字架，所以因也毋是救主。所以咱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袂做咧分，咱是上帝这个救恩内面是一项救恩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讲除了耶稣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输入别的名，咱通靠着得救。所以保罗毋是救主，保罗也毋是这个彼得也毋是，所以咱袂做咧分动。咱只有一个救恩。有讲我保罗也毋是，恁也毋是奉保罗的名来受浸。受浸是一个人信主了后，为着要表达伊内面是相信主耶稣为伊顶十字架，为伊来埋葬，第三日复活，所以伊信主耶稣得救的救恩伊相信伫心内，借着这个浸礼、水礼来表达伊的见证，信主的见证。所以保罗毋是为因顶十字架。因也毋是奉保罗的名来随咧受浸，是奉耶稣的名。所以人若分党别类，若结党就是等于将耶稣拆开，将耶稣的救恩拆开，来将耶稣的见证随咧见证分开。安尼就对上帝不尊，对伊的主权不尊，想要抢夺耶稣迄个主权将耶稣伫宝座顶面甲掠落来，伊讲怀领袖分党别类的怀人，迄要听我，所以来抢夺耶稣迄个伊的权柄。所以求主怜悯咱，叫咱毋通分门别类，咱着高举耶稣基督因分门别类较侪是咧高举人的优点呢。无即个较厉害我军队；无即个人较侪温数我军队，安尼就分门别类所以咱教会毋通安尼分党，因为咱只有一位救主，一个福音咱随咧是一款的随咧是相信耶稣基督藉做咱的救恩，咱随咧是一款的见证所以咱感谢主。咱无法通将保罗规本的圣经这个哥林多完全讲了，但是咱对伊所勉励的在内面咱就得到经过，得到勉励，叫咱毋通纷争，毋通结党咱知影伫这个末世时节撒旦来攻击教会，叫教会纷争结党，袂同心合意。过来，教会，咱现在教会的风气就是行事为人叫道德的问题现在受魔鬼在破坏人得小心行事为人应该着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咱即阵伫黑暗的时代，咱教会，所以有的人真贪爱这个世界，去放纵这个肉体，
真爱看即个外面的外表的，无注重迄个内在灵内面的甲主的联合、甲主的团结、军队主的骹步，安尼真重要。这外表的代志毋是重要的，因为这外表的代志拢要过去，那独独军队主伫主内面的才是永远的。佫说落去，咱知影。咱一个人灵内面心灵内面无力量无迄个灵内面的力量，伊也是无能力来侍奉上帝。无有生活的见证的人伊也是失去了传福音做见证迄个开力，迄个见证失去了见证，传福音就失去了功效。所以现代的教会需要什么呢？需要着反省，咱是毋是叫哥林多的教会同款，还是咱搁较严重，也有真侪代志行到世界的道路去，咱着反省。咱也是着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真心的来活靠上帝的带领带领，来改变教会的见证，互咱教会得到一个真大福音来荣耀主的名，一直到主降临伫这个世上。所以由圣灵来帮助咱伫教会当中，毋但伫咱家己的教会，伫普世世界顶有真侪教会，也是魔鬼攻击的对象。所以即间哥林多教会内面所发生的代志，保罗就写这个书信来勉励、来宽勉为因解答这问题。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多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借着这个哥林多教会分裂的代志，来互阮一个警醒。求主你也帮助阮，着好好学习内面的话语。因为内面真侪好的教训，来叫阮怎人来好好来解决这教会的纷争的代志。求上帝叫阮教会伫这末世时节，搁较大大为主做工，来荣耀主的圣名。让教会有美好的见证，将来将福音传搁较到较侪人来归向主。阮感谢你，求主你赐托阮教会的力量。叫这个属灵的智慧由圣灵来充满阮，来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